耶稣，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旋律来敬拜。我们单单用这一首歌来回应他自己。神一直要在我们的敬拜里面赎回他创造我们的那一份荣耀。但愿我们用我们的前人前心，用这一首歌来敬拜这一位神。当你开口的时候，神就会听见你的赞美。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只有敬拜是直接通到神，他没有经过天使的传达跟祷告的内容。当你大声的敬拜，这个敬拜是直接到天上，直接到神的耳中。从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口张开的时候，神就在听。我们就用这一首来敬拜他。像奇妙神话物，天地流浪，像神话物，歌着手，颂和你的荣耀，赞美言语，让他的荣耀显明，天地流浪，像奇妙神话物。天地浪，像神话物，你作为为何的高位，你大人从你要降服你，你都要敬拜你，歌颂你名。要歌颂你名，万民当称颂我的神，赞美你，使人赞美他的神意，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像奇妙神话物，天地流浪，像神话物，歌颂和平的荣耀，赞美言语，让他的荣耀显明，天地流浪，像奇妙神话物。像神话物，
的灵一直在这个教会。我们知道说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把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水书的圣名，阿门。赞美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因你的恩典，好叫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周，并且带领我们今日众弟兄姐妹来到主你的殿中，来一起敬拜，领受来自你上头的恩惠、恩典及慈爱。即便在这一周，也许我们遇见了非常多的困难和遭遇，我们深知主耶稣基督，你都未曾离弃，你都时时与我们同在，反倒是更加的保护看顾着我们。
好使众弟兄姐妹在今日能够满心期待的来到主你的殿前来敬拜你。或者你说过，遵行你道的人便有福。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向主耶稣基督你恳求，加倍的赐福，加倍的给你天上的福库的恩膏和智慧，临到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也临到于牧师的身上。好透过他今日所预备的讲章，能够带给弟兄姐妹大大的帮助。好叫他所讲的字字句句里面满有能力，好叫这一切的话语都能够深植弟兄姐妹的身心灵里，好叫能更加的帮助。这时候也要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在神你手里，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是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报告也请弟兄姐妹翻开我们手边的周报。下周主日3月21号，一样是隔堂礼拜。那讲到的部分有阿春牧师、施礼者陈明英长老、施宪、卡巴罗、吴秀雄执事。其他以下的部分，弟兄姐妹自行参阅。那我们再看一下各团契的聚会。妇女团契的部分，3月20号星期六的晚上8点，聚会内容是舞道，主理由陈桂美执事，领唱陈明媚执事，然后地点是在教会的1楼。耶利米团契一样，3月20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聚会内容敬拜主理。主理的部分有林嘉欣，领唱的部分有黄乔恩，地点是在教会的2楼。3月17号星期三的家拜，地点是在黄湖村弟兄的府上，住址在西子区樟树1路以下。主理者有林阿章长老，诗会陈敏珍执事。3月19号星期五晚上8点祈祷会，主理尤阿春牧师，领唱林嘉欣姐妹。我们看一下右手边。上周的主日奉献，合堂奉献4327元，11奉献26500元，感恩奉献12100元，献堂奉献20400，12奉献1000元，为主日节奉献1000元，合计是65327。如果有奉献名单遗漏的，也请弟兄姐妹会后来跟执事团知会一下。请他们做修正。我们翻开周报的后面，我们看一下教会消息的部分。我们欢迎今天主内兄姐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家人。有没有参与我们樟树教会第一次聚会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感谢神的保守，他带领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继续领受他的恩典。好，我们看第一点，本周读经进度《使徒行传》第7章，请兄姐至招待处索取。鼓励姐妹弟兄读经运动，读好书，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第二点，本主日为西美中会奉献主日交换讲台，中会委派李哲明牧师前来本会代表中会请安，求神帮助我们，也顾念中会的需要。求神坚立吕牧师所做的功，并眷顾其家的平安、健康、喜乐。我们再次以掌声来欢迎吕牧师，感谢他今天带给我们，谢谢他。第三点，牧师刘阿春本周行程：3月16号将赴总会事务所审阅圣礼点手册
3月19号将前往台北市暨南教会学习中高阶阿美族语课程，请为牧者们有好体力审阅及学习代祷。第4点，请各团契拨冗讨论4到6月施工，请于3月21号前将行事历缴至行政办公室。如需要刘阿春牧师4到6月讲道经课表，可向办公室索取。第5点，弟兄团契原定4月18日参访太巴朗教会，因故参访日改为4月25号，呼吁弟兄团契踊跃参加，即刻请向刘信义会长报名。第6点，请有需要2020年度奉献证明的弟兄姐妹，会后至招待桌登记。第7点，2021年周3家庭礼拜，若有意愿安排前往兄节府上探访者，请向办公室提出前往加拜时间及注意事项。肢体消息的部分，我们继续来为我们年长者、肢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提名代祷，求主赐信心及力量胜过难处。住院的有苏建荣弟兄，休养部分有周月霞、吕云妹、许清宝、郑丰龙、林素云、胡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正基、朱陈金宝、方美萍、高翠云、詹明文、林真金、高来成、张怡珍、黄美妹、李爱玲、林金德。我们看见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正处于病痛休养的部分，然后我们一起继续来为他们持续的提名代祷哦。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本周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诵读，请。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7章21节。圣经今天的经文落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还有7章21到23节。如果有弟兄姐妹翻到了，也可以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5章17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讲到今天牧师带来的讯息主题是以神为首。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李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看到智慧者没有戴口罩，那我容许我把口罩拿下来吗？谢谢。因为在我们教会，我们都是戴口罩来讲道的，所以台北是比较严格。OK，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教会来分享上帝的话，也透过今天这样的服事跟侍奉，让大家知道整个新美中会的需要，因此我们才被中会委派到各个教会里面来做纪念奉献主日的这样一个讲道。透过在这个讲台的当中，让我们彼此也能够得到激励和帮助。那么今天非常的高兴，刚才在带敬拜的时候，竟然都是弟兄在带敬拜，我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在带敬拜，只有姐妹。所以我刚才非常的感动，弟兄在当中来带领敬拜，是何等的有福气，特别是这贵教会的当中。愿上帝大大赐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正道之前，我们先做一些祷告。爱我们的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百姓，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主，在你的恩典当中，
有典章律例，有丰富的慈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让神基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运行、来做光、来做盐，使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也透过我们的见证，让更多的人享受基督的美好。恳求主上帝在今天早上，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现在在我们要你听看看个人，ya rai hawil ayaw sa gusto kami. Uta tulungay atapang niyang Giso. Uta dapat itsalan sa niyang pangitri. Uta kamagay atapang niyang Giso sa kami. Hawaw, nanay tayo ni kupur nga sa ikagagay ayaw sa Giso. Mafahat ko farusak sa niyang pamiraya, Giso sa Giso. Nanay ni kakalaga itsal sa Giso matungos iti farusak sa ikagagay niya. Aray sa kami pakaningangan sa Yes, Kristo at sa Mitulun. Amen. 今天早上，牧师要以神为首，他来刚刚恩正的卡瓦山来给大家说看什么不？摆正大家来看。今天教会的软弱，在于有太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活，甚至于也不愿意照着神的美好的安排来生活。要想知道信徒应当怎样的活，我们要仔细的去查看马太福音的第5章，一直到达第7章的登山宝训所说的话。今天我们就要以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提出一些原则来跟大家来分享，盼望大家自己回去之后能够仔细的阅读我们的登山宝训的信息，让我们多一点的思想在神里。好，那么大家阿萨伊卡高新家来在个pana masamaan ko sa kana ay paulit-ulit sa Saya kana ay maura at sa mikuto, ulit ka sa mukhawa sa mikuto, o sa kana ay ulit-ulit saan. Saya pana masamaan ko sa kana ay ulit-ulit sa saan. Lupakan ini kita minendero 5 kay sa kalima na nasa 7 kunin at sa pangin. Maakin lang kung nagpinipas pana sa ni Yes iluto suwal sa lima. O sa mamaan ko sa kana ay ulit sa kaka. Nanaaling ilugaan, pakai ini kita dipatenya ni分享的说这个话嘛。那么把一次的圣灵呢，那么马罗比大家信，不然呢吃饭，三个5，3 rumah tanya吃饭ini，那么ini kita min dulu usual semua嘛，kita kami heran dan kita usual圣灵啦，saya kakak。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17节里面讲到，基督徒对律法应该要有的态度。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来废掉的，乃是要成全。这里律法和先知指的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圣经在神的当中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应当按着神的命令来活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以圣经成为我们的生活指南。说了什么？马太福音5方，sabaw itu at usil suwasan. Usa ka kay ni Apoy, usa para sa watlaw ako ko, nitilikan no ni Mose alikat ato ipaspanaan no, pili ayaway to suwalo kawas at tangkaw, agaka saan ko piharatan na mo. Saan ko sa para sa wat ako, o sa parihat ko, ako tulinin o sa kakay ni ako sa Yes dito sa ikatawang. O itini suwa sa unya na likat, hananay ato pa ayaway aswa, hanay ko niya na tangkaw upasual 真的他所指的就是什么？upasual 真的我们身上看看，我们写一写，翻出来出看身上看看。upasual sa Diyos ito na nay, kung ano mo kulit ka sa mga kumpatibin mo o sa mga bahaw, haanan mo ulit lang dahil masana ayay kulian sa kankan. Kung ano sa linda pa kayo kinisensyo o sa kanaay ko ulit ka kinakal saan sa kankan. 今天的信徒的问题，许多的状况是什么呢？是知道，但是呢却不会行。而在知的方面，也只有，在当中里面知道，但是呢，却误解了他真正里面所付出的那个道理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找到落脚的地方，也不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我们应当明白，那个不能落实到生活的信仰，就不是真的信仰。因此，我们必须一定要解决这个道，这个 logo 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行出来，才是最真实的。举个例子。不少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旧约是救恩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认为自从主耶稣来了以后，恩典就完全替代了律法，从此以后基督徒就不需要遵守神的任何律法。甚至有的弟兄姐妹说，旧约圣经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是新约时代，还教导旧约什么，还要讲奉献11奉献什么的。弟兄姐妹，我们把神的恩典和律法放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位置上，这是错误的。经文在这里说，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来不但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反而是要成全。换句话说，恩典和律法并不是加在一个相敌对的一个关系上。恩典和律法不但不是相对立的，而且恩典和律法还有它有先后的关系，甚至于它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够进去天国。”所以说，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是从外表而来的，他们不是从内心而来的，他们只是做给人看，并因此而成为他们的心中的骄傲。上帝告诉我们，阿鲁曼阿里的心家，在个凡那乌曼古尼古米阿杜古里格赞鲁卡瓦山山的卡，乌玛什马萨拉乌来古米安山，这个他不弄我们的海拉登山的卡马古隆，然后就比如说你的古里格赞我们伊。把人一定要lemak ini hakal ini ko sangat air ko itu na nana ina ko bi pasifana sa sifo pakai ini jiruca kita ini ina sangat air sa kita basa kana air ini urip sa kakak so rin sa tahaw puro sa to iswa sa yes paswa ka ko ikaw ana sa ay ka ikaka no nika so ino lemak pasifana air ko likat atau farisai atang daw amiruto to dahil parusuan no kawas ko nikas rin no lemak na mui sa ay ko mamitsumor kamui di ko na no kawas kitakit ikakarayan sa ito mahapina mo kita punya na farisay at ang tao lepo papuntalay at sa pinangan sa dalan sa kita iparusuan ko itaong ng lago kawas ng ikakarayan sa sa kita iparusuan ko sa kanaya pinangan sa ng rasa sa ikakap nawin mo mahanani sa ikakakulong 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因为他们没有尝过神的恩典，所以在遵守律法的时候，他们少了一股动机和能力。今天我们先尝过主恩典的人，我们知道，若不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绝对是在律法之外，甚至在律法之下会受到咒诅的人，是没得救的。如今我们尝过了主的恩典，我们才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有动力和能力去行出律法，或者超越律法的生活。这恩典就像汽车的引擎，汽车没有引擎是不行的。不管外表看起来造型是多么的漂亮的跑车，里面如果没有引擎，那就是不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若是要脱离罪恶，若是我们要活出律法，甚至于活得超越律法，必须先得到主的恩典的当中和被救赎的基督徒的位置的当中，然后再接下来才有可能要求我们说行事为人要跟所蒙的恩来相称。所以因此我们应当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活指南。请问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在凡事上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呢？我们有没有追求将更多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呢？Salita ka makulong, suwal saan? Uitzel lumita macar punya injing sa salita ka makulong. Lo ay na itzel lumita lo say pakai ni suwal sa kaus na likat nilai awai ko put na natusiya sa salita ka. Awai ko sakli nila murakat sa salita ka. Nawai ko atin salita ka makulong. Nai ko so ansa lumita milihas ko katihay. Nalang ko kita tulikat ang ko na mapanah maparal ko faluso lumita sa salita. Mahalay ko suwal sa nila kaya hanandan na nilulu usama ang barbalik pakawanan mo suwal sa nuwaman kaya kakayanan sa salita ka. Sa katusa, 第二个部分，一个基督徒除了应当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优先和中心之外，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是什么呢？礼拜天的基督徒，有没有追到这样子的？而礼拜天到礼拜六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都还是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与世界上的人没有差别。这样的人好像是在演戏。
是为了别人活着，是活在别人的眼中，这些都是什么呢？和信仰跟生活脱节的最好的证明。Makanya minta ini hakal minta sari kakak, maki ai uma sinja, ilam mati nak dia pinangan sana hakia sekap mengharapkan. Lalu tu pilih hayan sana pilih hayan cina, ni kau dirasan uruma arumnya aki, saya kapinangku, saya kafancal pinangan sana, saya kapulun aku pinangan sari kakak. Awal pusaka ayat pinangan sana sari kakak mapulun. Macam punya tu nakalai tu lemak sarina, saya puluh kini juga sari kakak sari. 一个给他比那个怎么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话说有一位基督徒的商人，他非常的热心，他把自己住的店面的2楼呢，就是每个礼拜开放给弟兄姐妹作为小组的聚会。有一天呢，当大家都到齐正预备聚会的时候，他在楼上大声的喊他的店员说：“店里的牛奶掺了水了没有啊？”店员回答说：“掺好了。”商人又问：“有没有把过期的米混在新的米啊？”说有啊，会的。这个店员就回答说：“有的，已经混好了。”商人又问：“那个已经烂掉的这水果呢，有没有放在水果盒的最底下啊？”店员回答说：“放好了。”这下商人才满意的说：“好，请大家一起上来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错误的基督徒生活形态。把信仰跟生活分开了，有的人甚至称之为什么呢？属灵和俗世的生活。一方面过着所谓的基督徒的生活，祷告、读经、参加聚会和服事；另外一方面保留着世俗的生活，一心赚钱、贪图享受的生活。实际上，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可以二分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过一个以神为首的一个生活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才是。Saya kata makulung, usaha kemudian kena tinaku, kena tauki, mahadnya follow sa tinam, usingku atau keurin na tinakal, saya kata saya sari kakak. Tanu fana sa pas senang ayaw sa kulung asari kakak, dito lang saya kapan sa pinangalan tinakal saan. Ada mahanay kita kia, urma sanay, mi asin kita kosesyo, minanang kita kosesyo, miturun kita itu atau mi sangka kita sa organ kyukay urma sa tuki sa ay ka pilihas sina ko kalay bilangan anov tina ila ko manahal ko tanto manahal mainabay ko karo sa tina san sari ka ko matinay kami ha sa ay ka tatutong maray Chris para Christian san sari ka sa ay ka tatutong matinay bilangan sa nan rasa sa 从2方面来说，首先我们要过一个表里一致的生活。主耶稣的教训说，不论是讲到做善事，或者是祷告，或者是讲到禁食，他都重复了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不要故意叫人看见。可见信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在暗中做，因为做这些事的不是做给人看，乃是向神所做的，只要神知道就可以了。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对于所谓的俗世的生活，就像赚钱、花钱、衣食住行等等，主耶稣的看法是：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Sari kakak mapulong, uswa ni Yes dito sa sari kakak, nanay ufalo chok namo, wahiratang namo, ulim namo, nanay katulong ngan igini. Ayaw sa yes dito sa usa ka ayaw ko pinangan sa matira kaurahan mo ko matira sinja sa sarikaka urma sa tisan suwa sa tiram lumangaray ko mabitayal ko sa kaay palfajra tayal ato biturun ato bisaliwai ila ko sa tsay ko suwa sa dira suwa sa ataka pas na ayaw sa tamtaw sa sarikaka kulong nanay ka pana ka mapaandad fa sa mo nanay ila ko tam sa fa sa mo nanay ila ka mafana ay mamulu fa sa namo sa nanay han paharatan namo sa marayam kun mako sa yes dito sa rikaka suasan no matayal kamu matiyan maki at sa ay palipas na ayaw sa magtantaw sa suasan sila akaka matiya umi sa mga hay at tantaw minananan ko wama ito suanan to migi nungnog no parutso iso para ka ko kaurahay isuanan sa rikaka kulong suasan sa rikaka我是在当道上改变，以主啊个拉风一说一提拉个发落出来一说才是看看。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
两个主，甚至于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Persoalan aku kamusan, umaan ku kakaangan, umaan ku kasarari ku an aku aga kasaan ami raw ku famucan namu ami haratan tu pakai ni sana urip. Saay hakia ka ikaka do kakaanan atau liko ku nika ku kalimeraan ku urip atau tirang sasai kaka. 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在赚钱和生活上单单的来依靠他。不要把我们宝贵的心给了世界。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1章约翰一书的第2章的第15节所说的。所以呢，我们应当怎么活呢？一个基督徒没有所谓的属灵与俗世生活二分的生活，他只有一种的生活方式。就是过一个什么呢？里里外外是一致的生活，一个单单属于主的生活，这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同时，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着，也代表是一种什么呢？不凭眼见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来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座的弟兄姐妹，Agapi kaulah kamu punya nakkan maurah kausan saya kata tu kumati agak kematian sebab saya aja kausan dari paputan dari rumah saya jadi enam di kekuatan saya sebab rusak。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要被主所更新了。我们要开始学习过一个什么呢？不凭眼见，则只靠信心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凭眼见。只想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而是要凭信心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跳脱离开讨人喜欢，而是凡事开始学习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踏上了与神为我们生活的优先和中心，成为我们的优先和中心。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始学习在凡事上问自己，这个决定是不是讨人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如果这个决定做下去，人会讨厌我，会得罪人，但是神会喜欢我这样做，那么我宁愿选择得罪人而讨神的喜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应当选择讨神喜欢的事情而活着。说来啥你告我不lihasin ukakausian mumama kuna pinangan sa ni Yesus. Kuruan tanaman ami cipinang pawacay ayaw sa nutamtam hausan sa kakapulong. Lumatirai patulong kaurahan sa nukawas Yesus sa kakapulong. No heratan sa likatang anini pilihan ako umaan ko sa kanaaya at ayaw mo ko ukaurahan sa nuwama sa kakapulong. Ukaurahan sa nina kunyan hanan ako saan sa kakapulong. 什么叫做凭信心生活呢？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说sa hinima tayo sa enam at sepang turu puro ilapo turu atusil soal sa cimra. Nanay marahciku bikuan no kawas atau nay farucuan aningna la tamianan han ko haratan namu taharu nini saka urip am amin mapafali no kawasi tawanan sasaka。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生活上一定要注重生活的优先跟次序。如果我们可以愿意把神的国和神的义放在首位的话，那就表示自己不是凭眼见过生活的人。此外，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懂得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我要这样讲什么呢？一个信徒可以求上帝，但是不要为生活忧虑，不要不专注在神的面前，因为忧虑乃是罪。
所以耶稣说要先求这两个字，意思说什么呢？在上帝国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我们也可以求，不过那些事必须基于次要的地位。意思是说，我们心中有很多优先的顺序，但是你不能够说上帝，我现在要有一部车，上帝就马上给你。你要买一部车之前，你必须要做些什么？你必须要有工作，你也必须什么？也要存钱，对不对？这是一个优先的顺序，你不可能说我现在马上就有车子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最近我们的教会在写就是抄写圣经的工作啊。那么在抄写圣经的部分的当中里面，绝对不能够有错字，你要专注的去写经文，让你能够不是一丝不苟的能够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因为不能有任何错字在当中发生。所以呢，在当中里面，我们同样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的来领受上主的话。也许你看不懂，你再看第二遍，第二遍还是不行，我们再看第三遍，直到我们领受上主的这个话语为止。必须我们还要再去思考，还要再去思想神的话。所以呢，神就说，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说，上帝有很多的恩典要赏赐给你，但是你自己本身不是说我必须一定要得到，而是我凭信心，我就知道上帝即便没有给我，他还是会保守我。阿们吗？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祷告，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得着应许？我们必须要思考是，上帝也许什么呢？今天不回应你，他要给你更好的。第二个什么呢？也许你必须还要再祷告，再去等候。再来是什么呢？上帝认为我今天把这些给你的话，你会骄傲，所以呢，让你宁可不给你。所以很多的部分就在当中里面，我们祷告为什么没有受到应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必须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即便上帝不给我，但是我还是凭信心说，上帝已经给了我。我再讲第三个例子。从前我一个朋友，因为他失恋了，他就说我该怎么办？好，然后我说你可以祷告等候神怎么样？看上帝是不是让你们能够在期间让你们感情更加的融洽。然后他就说好吧，那我们再祷告1个礼拜好了。他们彼此祷告1个礼拜之后呢，突然间女生突然间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不要再祷告了，我知道我不能够没有你。为什么？在座的弟兄姐妹，其实上帝说，即便你求了，你也不要忧虑，因为上帝必能够为你预备那更好的。因此，在当中里面，他们都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这个男女感情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主耶稣，这是他们在情感当中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去教会，我们都有奉献，我们必须要常常想，我们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其实一个人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只要看神是不是与他同在就知道了。比如像旧约的约瑟，他做奴隶的时候，他的生活条件环境都不如任何人的时候，可是连他的主人也看得出来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一个是最重要的。不管我今天有缺乏有多少，但是我知道上帝会给我智慧，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知道能够得以去依靠他，我就得着极大的丰盛的生命。这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凭眼见只凭信心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过去是这样活着的，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很在乎过眼见的生活，求主怜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心转意，单凭信心过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只有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是一个丰富的人。如果没有神同在，就算是富可敌国，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为什么讨神的喜悦应该过于讨人喜欢呢？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过一个不凭眼见而依靠信心的生活呢？我们来到了信徒当怎样活的第三点，就是基督徒应当以神为我们生活的最终的审判者，
因为将来神是最终审判我们的上帝。所以马太福音的第7章21节到23节是值得我们去警醒与反省的经文。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Suara ini suara saya kau belum, nalai perluan ini kau kawas, ikakak ini kau kawas, waman dengan kagaran, usai itu kai jangan misal kita nan saya kakak, umisai pangai jangan kita nan saya kakak. Ini Matai Fuin sangat pintu acapang, dosa pura era percaya tusir tanasa, dosa pura era ketua tusir, ira piharatan jadi mendapat sarai mendapat sarai sudah suara satu kawas, suara sejumlah. Uya tapangau sanay itahitangai itakonan atam tawi iraku caai ko mamitsumol ni kuanan no kawas kitaki ikakarayan kemo miluto ai to nai palotso anu mama ko ikakarayan ko mamitsumol san tiai pisokitan arumi ati aruman ko sasumuara itakwanan tapangau uangan isupu sabasuan yang pakimar tu suan kawas uangan isupu sabi falfal yang pasaka tu malafu ay na itangdaw uangan isupu sabi lemak yang tu adi hayay kakafaktaan itsul kami saan sa ikakak ni kau inang itiai upatarakkalan ako sumuan sana saay kafana kaku tamanan di radio kapanan kamu tapi hai ko lemak at kamtaw wakan ako sangrasan sa ikata hati ni ay ko suwal sa nuwaman kating kakadan sa ikafanah kako kamuanan saan tunufanah sa takamami tsili at tapangaw sa nikaw yan away ko farutsok na mo san sa ikata 这两节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最重要。如果我们与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神就不是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奉他的名做任何的事情，不但不算数，在神的眼中也都是罪恶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不得不常常反省，我们与神的关系究竟是如何。Masa mana pihak kita bisa sarafai ku kawas kita kaya sa kakak. Nusa ay sa kakapit kita itinya ayaw sa luwama, awa ay ko putsan sa kakak. Pinakon kita mihayatan kunya lemaksan sa kakak. 但是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活在世上，不单单有与神的关系，也有与人的关系。而在这两者之间，也许是互相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选择呢？主耶稣所定的标准就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要比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上。我们与人的关系要能够分辨是非。 但是要把定论的、把定罪的权柄交给神。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1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论断人。阿嘎比萨达第耶不卡莫不到岸上上嘎嘎，不论断不代表不表示意见，也不代表不分辨是非。今天这个时代，不少教会软弱，往往为了要维持一些表面上的平静和和谐。 提倡容忍、包容，因此让许多不荣耀神的事情发生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又借着所谓的爱心、合一，把一些罪恶掩盖在地毯之下。教会的地毯之下，却是肮脏，却越来越不能够显出神的义然，当然也不能够显出上帝的丰富，更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不论断。 不代表不表示意见，也不代表不分辨是非，但是必须把审判的权柄要交给谁呢？交给神，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事情的某一方面，我们不能够看全部，所以我们应当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
kawas ami saukit kita nan sa itaka. Aga biki awot kita ko kawasan ami saukit utam tam kawan sa itaka. Pausunan ng mama minta ko ng在kita sa itaka。也许在这一点上，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神这一点上，显明了我们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所谓的敬畏神，就是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仅仅是要对人负责，最终也是要对神负责。有一个人晚上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时候黄灯已经转成了红灯，他心想反正没有车，所以呢就加速冲了过去。没有想到他刚刚冲过去就被警察拦下来，警察就问他说：“难道你没有看到红灯吗？”他回答说：“看到了啊。”那警察说：“那你为什么还闯红灯？”他很老实的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啊。”是没有看到警察我就闯红灯，还是看见红灯我就停下来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不警醒，甚至于不怕犯罪，因为以为做的事情只要没人知道，没被抓到就行了。但是我们已经信了神的人，千万不要忘记，没有任何的事情和思想瞒得过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我们上帝是审判的上帝。今天他没有立刻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把我们除掉，是神对我们的宽容和忍耐。但是从马太福音的第7章的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将来有人生最终的考验。Sali ka ka mapuro. Mauri kita kinihkan agakahan halatong daaw fansan away maaraw kawas muaman ka tumang mago asimanay sa nasagtaka agakamatira ko halatong sa kita. Pinaon Pilason kawan kami langte to tite ko sa kami haw mafanak kita haw. Tidak pula tidak hendak sa ikatan mahada asmanay sa naifalusan sa ikatan kita. Pinakon kita anako. Ilaw no ani no sa susah bisawit kau kita nan ilaw ko bi rarang sa ila ilaw ko bi paurong sa ila bitara ila kunanay maliyo masiyo falusan sa kita sa ikatan. 神学家奥古斯丁，他17岁的时候，他就游荡在妓院里面，在当下。他娶了一位女性，纳为他的妻妾。18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30岁那一年，他跟米兰主教安博罗修学习天主教的信仰跟神学。然后呢，他就跟他同居10年的情人分手了，跟小他18岁的少年订婚了。在研究了各种宗教跟哲学之后，有心信奉基督教。到了32岁的时候，他的生命有了悔悟。他在33岁的时候受洗礼。少年的奥古斯丁才华洋溢，但是呢，他放荡不拘，视自己为大罪人。然而，他的母亲呢，莫妮卡常常为他祷告，而且长达31年之久。某一天，奥古斯丁在米兰的一所的花园当中散步，突然间圣灵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呼喊着说：“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这个时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这个时候，他恰巧听到邻居家的小朋友正在读书，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就他拿起身边的圣经新约，他就翻开了罗马书的第13章的13节，这样子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在主耶稣基督。”自此以后，奥古斯丁就便归向了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很重要的2本书，一个是叫做《忏悔录》，另外一本是《上帝之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著，在基督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所以呢，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上帝之城》的这一本书里面
有过一段名言，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到了天国以后呢，有3件事情会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一个是一些我认为会在天国见到的人，结果没有见到；第二个是什么呢？一些我认为在天国看不到的人，结果反而见到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够进了天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信耶稣之后，我愿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直到见到主面为止，让我们的信仰坚持下去。萨利嘎巴布隆，哈迪蒂恩，你萨利蒂蒂还要怎么考瓦斯吉达？哈迪拉恩你在这让你的恩，我辛苦你的灵啊他。我们在你卡卡拉亚还能上高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怎么活呢？我们如何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活出信仰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以圣经为我们的生活指南，靠神的恩典来遵行神的律法，同时过一个以神为生活中心的生活，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以敬畏神的态度来处事为人，这些正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答案。这正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共勉。萨利嘎嘎摩布隆，刷萨利丁谢修尼达萨利嘎嘎，马能尼嘎萨嘎那爱，我利尼嘎伊拉布发在阿瓦在萨萨嘎萨嘎在，那来普鲁恩在尼达可比翻在那出那马拉，那都说干在那米大萨萨。sa katusa nanay sa excellence ng mikulo ko mikumin nuama kita di kakaren ang mikulo ko di maot sa ningkras ang kulikat sa ningkras sa kakak urma sa tuwi gem uama di kakaren gem cinapusay fan ko ulit sa minitasan cingna ko misaw kita kitanan sa kakak nanay tatusukan sa ningda ko ulit nita itini yes gituan itira kita bisa kinikiting sa kaya kita purong asa di kakak malah matatulong ayaw sa uaman kita kakaya kung sa kang ayaw mo din at Kristiyan sa sarili ka. Nanay mo parang nung kawas mo tinresuan sa nila. Yan sa amin祝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律法，让我们从外在的约束，叫内在的生命也因此而改变。求您赐给我们一颗愿意改变的心。让我们的生命的活水泉涌现出来。主啊，我们知道在生活上时时会有试探和考验，让我们没有实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立定心志，从今而后努力在生活上实现你的教训。求主教导我们行走在你的道路上，如同你所走的每一条的路径一样。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处事，如同你所做的一般。愿我们的言行举止，无论在何时何处，都能够如同你完全一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把时间交给敬拜者。来赞美，我心属于你。来到你
前行。今天我们遇见了很多的遭害和难处，父神，你总是鞭策我们努力向前行，让我们软弱无助之时，你的光就照亮着我们的前头。可以来使用这首诗歌来献上交给我们的神。为个不求，是你的脸啊，我献上的追求，越过这一生，成为你旨意，来完成你旨意。你们先不要。不知道是谁。奉献。上楼。神
bertentang cie gitu. Atau orang kawas atau di kabut nofan cara demi tamudan amin. Amin.团契的部分有没有要补充报告说明的？好，弟兄团契这边有一个报告要补充。我们4月份，4月25弟兄们要到开发了做班，要系统要先报，应该要办然后平安保险。我希望弟兄能够都参与，我们会规划很好的活动。都会有邀请大家母亲节的活动来祷告，是相当的艰难。如果有大家的祷告，这个事情就以上。还有在我们开始规划那个，我们大概每一季我们会规划弟兄会的那个采野菜的活动。我们会分一次大概会有4次活动。就请弟兄就拭目以待啊！好，哈利路亚。好，收年团契这边也有报告要补充妇女团契准备。收年团契也要留下来，彼此的那个过节的。好，谢谢会长。收年团契有没有听到？底下留下来，好，不要走，底下。好，现在往妇女团契。基本上出来混留下来，我们讨论一下4到6月份的施工，还有那个下礼拜6是我们的那个彩排，所以那个所有妇女有空的一起留下来，礼拜6的8点。好，今天团契有没有要报告？给你有没有要报告的？都没有。好，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一同站立。相助小专，并正面。
这是
好，妹妹。